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要来看新的语词，第5课的语词吼，有身躯的真侪部位，真侪部位。安尼，阮为头一个开始，第一个就是这头壳，头壳。好，安尼电脑念的时阵，阮嘛会当对咧念哦。好，头壳。安尼，咱来看头壳的造句吼。头壳的造句有啥物呢？来，伊的头壳着伤啊，伊的头壳着伤啊。吼，安尼电脑念了以后，就对电脑做伙念一遍吼。电脑念完，我们就跟着念一遍哦。小弟的头壳足圆，小弟的头壳足圆，一粒头两粒大。一粒头两粒大。即句的意思是讲，一个人拄着足困难的代志，吼，头毛咧烧，好烦恼哦，我即马一粒头两粒大，功课拢写袂了，功课都写不完，头足痛诶，所以这就是头壳。好，过来第二个，颔棍，颔棍，颔棍。颔棍就是脖子哦，吼。安尼咱来看颔棍的造句。我的颔棍足痛诶，我的颔棍足痛诶。我昨暝咧困诶时，无细字扭着颔棍。我昨暝咧困诶时，无细字扭着颔棍，颔棍去扭着，扭到了。后来后一个第三个，手，要去诶人举手，要去诶人举手，食饭进前爱先洗手，食饭进前爱先洗手，腰，腰吼就是腰，来，伊诶腰捌着伤过，伊诶腰捌着伤过。阿明讲伊腰酸背痛，阿明讲伊腰酸背痛，腰就酸诶，背就痛很累的感觉，腰酸背痛腰酸背痛。腹肚，我腹肚袂枵，我腹肚袂枵就是不会饿。我的腹肚胀胀，无啥爽快。我的腹肚胀胀，无啥爽快，不太舒服。肚臍，肚脐的意思。毋通定定用手去捂肚臍，毋通定定用手去捂肚臍。我的肚臍边仔有一粒痣，我的肚臍边仔有一粒痣。骹，我的骹足酸，我的骹足酸。你的骹咧流血呢？你的骹咧流血呢？你的骹咧流血，你的脚在流血呢。好，指甲，指甲指甲。你的指甲伤长啊！你的指甲伤长啊！毋通用喙夹指甲，毋通用喙夹指甲，不可以用嘴巴咬指甲用指甲内底有足侪细菌毋通用喙夹指甲。手指头啊！手指头啊！
手指头仔。安尼，阮嘛会当直接讲指头仔，指头仔。我有10支手指头仔。我有10支手指头仔。伊的手指头仔真长。伊的手指头仔真长。尻川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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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尻川皮就是屁股，嘛有人直接讲尻川，尻川。小妹就爱摇尻川皮，跳舞互阮看。小妹就爱摇尻川皮，跳舞互阮看。伊无细字去撞着尻川皮，伊无细字去撞着尻川皮。好，安尼咱继续来看，看搁较侪语词，遮有足侪语词哦。老师有传即只，阮为即只来看觅。第一个就是手底，手底，伊的手，伊无手，所以伊无手底，和伊的手，手底就是手掌，手底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电脑讲一遍，阮对咧念2遍好，念2遍，好来。手底，手底，手底，手盘，手盘，手盘，手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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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肩胛头，肩胛，肩胛头，肩胛，肩膀，肩胛头，肩胛。过来，胸坎，胸坎是胸，胸坎。过来，骹脊，骹脊片，骹脊片，背部，骹脊片，骹头乌，骹头乌，骹头乌，都可以。有人念骹头乌，有人念骹头乌，就是膝盖。大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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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伊嘛无大腿呢。换一只好啊，咱换一只，稍等咧，换一只，来，大腿，骹目，骹目，骹目，脚踝，骹目，骹盘，骹盘，骹盘，脚的背面，脚面吼，骹盘，骹枕头仔，骹枕头仔，骹枕头仔，咱有手的枕头仔，骹嘛有枕头仔哦。骹蹄，骹蹄，骹蹄，脚掌，脚掌，骹蹄。来，骹腿，骹腿，骹腿，规支骹，一整只脚，都叫骹腿。好，安尼身体的部位，阮拢讲了啊。安尼，咱先到课本的后一页，先到课本的后一页，86页，86页的所在，阮来看语词的运用哦。好，第一个，手，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足疼，我的手足疼。安尼，电脑念一遍，阮对咧念一遍吼。手指头仔，手指头仔，我的手指头仔，我的手指头仔，我的手指头仔足长，我的手指头仔足长。腹肚，腹肚，我的腹肚，我的腹肚，我的腹肚足枵，我的腹肚足枵。骹，
骹，我的骹，我的骹，我的骹足酸，我的骹足酸。遮有搁较济诶语词运用，阮做伙来练习吼。安尼，第一个头壳，我的头壳，我的头壳足大粒，颔棍，我的颔棍，我的颔棍足短。第三个指甲，我的指甲，我的指甲足长。第四个尻川皮，我的尻川皮，我的尻川皮足疼。好，最后现到84页，84页的所在，阮做伙来讲看觅。你打着我的骹，哎哟，你踏着我的骹，歹势歹势，歹势歹势。好，搁来一遍哦。你打着我的骹，哎哟，你踏着我的骹，歹势歹势，歹势歹势。好，最后的部分，阮来甲即课顶礼拜教的课文，咱做伙来甲复习一下。安尼电脑念一遍，阮做伙念一遍哦。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。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。第五课，我的身躯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大财。好，安尼咱最后对咧即个舞蹈即课的舞蹈做伙跳一遍。若是恁伫厝内底会当加练习无？你厝内底会当看影片，念课文，对咧歌曲，做伙唱课文，一起唱课文，做伙跳即课的舞蹈，一起跳这一课的舞蹈。安尼咱即摆就来看即课的舞蹈。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两撇目
好，安尼今仔日诶影片就到遮。啊，转去诶时阵，会当甲咱今仔日学着诶物件，有足侪语词，有足侪咱诶对话练习，造句诶练习，造句的练习，搁有即个课文诶部分，会当对咧念，舞蹈嘛会当对咧跳，所以大家爱加练习咯。咱后礼拜再见面，再会。